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。今集我們帶大家來到荃灣如心廣場，乘搭九巴51這條年年蝕錢的假循環路線。51現時循環來往荃灣、如心廣場及上村，途經港鐵荃灣站及荃錦公路。51亦是川龍至雷公田村之間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，就算51虧蝕連年，也要繼續經營下去呢。而2024年2月起，當巴士到達上村總站後，必須重新支付車資，所以屬於假循環路線。51前身是九巴26，於1961年6月24日試辦，往返佐敦道碼頭及元朗，取到同年5月25日起開放給公眾使用的荃錦公路，比原有使用青山公路更快捷。但由於荃錦公路需跨越大霧山，彎多路窄，上落波幅較大，對巴士的損耗亦十分大。為確保行車安全，歷年來行走此路線的巴士均設有手動減速器，以防過度使用剎車系統造成過熱而失靈。大家留意陣間的行車記錄，就會發現車長的左手在不斷移動，就是正在使用手動減速器了。另外，為確保行車安全，荃錦公路亦是擁有全港最多巴士必停站的道路呢。1973年為配合九巴路線大規模重整，編號改為51，總站由佐敦道碼頭縮短至大角咀碼頭。1982年配合地鐵荃灣線通車，51縮短為來往荃灣地鐵站及元朗東，路線編號改為51M。1983年元朗總站縮短至錦田。1984年荃灣總站遷往荃灣運輸大樓，路線編號改回51。但自從大欖隧道在1998年通車，九巴開辦更快更直接的251M 循環來往青衣機鐵站及錦田八鄉後，令51的客量急轉直下。到2003年港鐵西鐵線通車，再次重擊51僅餘的客量，令51的客源只剩下荃錦公路一帶的村落。2008年錦田總站遷往錦上路站。2014年10月4日縮短路線，並改為循環來往荃灣西站及上村。2019年荃灣總站再遷回如心廣場至今。由於51是唯一途經大霧山的公共交通工具，假日會有遊客乘搭此路線前往郊遊及行山，令51經常出現大排長龍及班班頂閘的情況。現時51由荃灣如心廣場開出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6點至下午11點20分，星期一至五每40至60分鐘一班，而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則加密至15至60分鐘一班車呢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51全程約需62分鐘，單程約30分鐘就到達上村。而全錦公路彎多路窄，所以駕駛此路線的車長，除駕駛技術卓著外，也必須經過特別的訓練和熟悉路面的情況呢。我們今集到此為止，多謝你們的收看，我們下集再見。